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古今照你研究流传伫咧民间的歌册，报道新台湾歌，内底内容咧记载台湾的历史。咱来讲日本介管台湾这段过程。施古人讲，日本政府人唔愿，放弃相当警察官，冤枉受刑真不满。咱都无底通诉冤，见面咱就互伊喊，官厅全是日本人，无通互咱讲半项，线甲脆皮双边红。是啦，同款这部报道新台湾歌史古人内底记载，讲封疆下官去写字买省台湾挂互伊，台湾挂互日本，日本的警察专权外东。恁若捌听老辈讲。讲较早日本警察涂骹画一个圆箍啊，叫你袂使走，你会徛甲日头落山，绝对唔敢拍一个骹墙，唔敢打出迄个圆箍啊，表示讲日本警察有影有够歹的啦。啊，原因就是因为官厅全是日本人，无咧甲咱讲理由，无咧甲咱讲黑白，若有啥物纠纷，无通互咱讲半项，线甲脆皮双边红。较早史古人记载，咱下底啊，毋则有才调听着讲，较早日本管台湾怎样凄惨的过程。过来台湾有偌艰苦，史古人继续甲听。讲若讲台湾的艰苦，讲到天顶通全乌，四面是海，走无路，任你做鸟难得到。台湾百姓真好管，日本上爱咱台湾，全岛百姓唔甘愿。刻薄一番过一番，有影。日本迄当阵介管台湾的时阵，真正感觉台湾是一块宝岛，是南进的基地，真侪重要的资源拢对台湾来处。啊，毋过台湾百姓无通互日本好食困。你嘛知影，早前抗日日本拄来的时阵，北部出名一个简大师，中部一个歌体好，南部一个林小鸟。可怜一个去互日本好起来治水，到落尾留学东京才会读册的人，毋则讲，咱毋通搁再德高斗菜刀，毋通搁再用武装的，咱来争取讲台湾人就爱参加台湾的议会，台湾爱选家己的议员，公事稳将才应该。过去日本管台湾的过程，报道新台湾歌还佫有记载，解文说理各种会继续详细探讨，互你来做参考。